大家好，呢段冥想係專為即將考車嘅你而設。無論你係第一次學車，準備重考，定係已經被考官嚇怕過，請你記住，緊張係好正常，所有人都會，我都係過來人。我哋嘅目標唔係要壓住緊張，而係同緊張和平共處。而家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好，雙手輕輕放喺大髀上面。如果覺得 OK，可以慢慢合埋眼。我哋會先做幾次嘅深呼吸，吸氣嘅時候數4秒，呼氣嘅時候數4秒。深深咁吸一啖氣，1、2、3、4，慢慢呼出嚟，1、2、3、4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1、2、3、4，呼氣，1、2、3、4。感受吸氣嘅時候，胸口微微升起；呼氣嘅時候，肚同埋膊頭慢慢鬆開。唔需要刻意控制呼吸，由佢自然咁嚟，自然咁樣去，好似海浪咁樣。吸氣嘅時候，為自己注入平靜；呼氣嘅時候，帶走少少嘅緊張。而家留意下心入面會唔會飄出咗啲聲音，驚唔合格，唔想再考多次，個考官會唔會係 killer？當呢啲聲音出現嘅時候，我哋不如咁樣做，先承認佢哋。哦，呢啲係擔心嘅聲音。之後想象你每一個擔心都寫咗喺一片樹葉上面，你將佢哋放喺條河上面，慢慢睇住佢哋隨水流飄走。如果下一個擔心又彈出嚟，同樣處理，認出佢，標記佢，再由佢飄走。將啲擔心送走完之後，我哋而家將一隻手輕輕放喺心後，感受手心嘅溫暖，好似畀自己一個安穩嘅擁抱。跟住，我哋喺心入面講：我知道我會驚，但係我唔會畀恐懼控制我。我已經盡咗力，呢一刻嘅我已經足夠。我允許自己保持平靜，即使結果係點，我嘅價值唔係由分數，亦都唔係由考試決定。我值得被接納，值得被愛。再深深吸一口氣，吸入接納同埋慈悲，然後呼氣，呼出所有責怪同埋壓力。感受你隻手下面嘅心跳，佢一路支持住你，由你出世到今日，從來都冇停過。呢一份力量一直都喺你身上。最後，
我哋一齊做多3次深呼吸。第一次，吸氣，接納現況，呼氣，放低一定要完美嘅壓力。第二次，吸氣，相信自己，呼氣，釋放所有失敗嘅陰影。第三次，吸氣，帶住勇氣，呼氣，保持開放同埋彈性。而家喺心入面想像你行入個考場，你坐好，校好位置，望住前面，身體穩定，手腳有力，心態平穩。無論考官講咩，出現咩突發情況，你都可以平靜應對。你相信自己已經準備好，亦都相信當下嘅發生會係最適合你嘅安排。慢慢喐下手指、腳趾，將覺知帶返身體。記住呢份平靜，喺考車之前可以隨時重聽呢段冥想。祝你帶住信心、專注同埋穩定，安然面對考試。拜拜。